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国会这款法案已经开始实施。行政院今仔日举办议会，由律师去司法院来送出释宪案甲暂时处分的申请书。行政院的发言人陈世凯伊转达院长杜英泰的提示，讲提出释宪，毋是为着要反对国会改革，是希望会当透过宪法的法庭来裁判，维护宪政体制。目前立法院民进党团已经伫咧昨甲释宪甲暂时处分的申请书送出去啊。即马行政院也要向司法院来送出申请书，也若总统府是有计伫咧明仔会由律师甲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到呾敢若剩监察院也未确定申请释宪的时间。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驻美代表朱大雷，伊互人亚康讲是乌白开公款。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顶半年驻美大使馆甲官邸呢是开35万美金，甲一寡硬体设备扣掉了后，大概就是250万台票，毋是外界所讲的800万遐尔济。也若外界所咧炒的即个换车的争议，林佳龙是讲，迄当阵申请的是公务车，也毋过最后并无核准。驻美代表朱大雷去互指控乌白开公家的钱，这个争议要持续咧拖。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说明数字，强调要800万是错误的。顶半年驻美代表处甲官社核销35万美金左右，扣除发电机甲硬体设施28万的美金，其他核销的项目有7万的美金，内底包括代表处甲官社。沙发并不是90多万啊，应该是60多万。上半年整个我们代表处跟官邸所有的采购大概就是250万元的台币。若有风声讲朱大雷要甲车换做凯迪拉克，林佳龙回讲，迄当阵申請的是公务車，並唔是個人的車，而且路尾嘛無許可。不過在野立委質疑講，是安怎要愛朱大雷用公費買物件的清單？外交部的回函竟然是寫物件，而且還佫表示2025年12月31日解密。我們大使的宿舍裡面買了什麼沙發？買了什麼音響，買了什麼咖啡機？請問這到底是哪門子外交機密？如果沒有用密件，那他直接會把這些項目跟數字都來公布，但是給立法委員呢是都有的。好，这些项目跟数字也会有一个临时提案，就是说是不是于大雷这个代表能够回到台湾来针对这些事情自己做说明？因为我觉得也应该给他一个好的澄清的机会。在野立委要求朱大雷2礼拜内等来台湾报告相关的争议。另外，林佳龙强调讲，有甲朱大雷联络，已经有初步理清，暂时未甲朱大雷停止调查。也让外交是由总统负责，外管的代志拢甲总统府报告。记者综合报道。